大家都可能喺網上見過人玩呢個咧裝咗 performance damper 嘅金屬框。嗱，如果以電單車嚟講咧，呢個金屬框咧就等於我哋嘅電單車嘅車架。而呢個由日本 Active 推出嘅 performance damper 咧，主要嘅作用咧就係吸走車架嘅震盪啦，同埋抑制佢車架嘅震盪嘅，咁令到我哋揸車嗰陣時咧就可以穩定啲，冇咁震，亦都係好彎啲嘅。大家咧就可以聽下佢嘅聲啦，敲落去，用 T 波敲出嚟嘅聲音咧，分別就更加明顯。而呢個金屬框咧就冇裝我支 performance damper， 咁敲落去咧，啲聲就持續好耐嘅，咁表示個車架受到衝擊咗之後咧，佢嗰個共振咧就會好強烈嘅。如果隻手咧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感覺到好強嘅震盪。而呢個金屬框咧就裝咗一條金屬嘅環巴啦。嗱，佢嘅作用就唔係吸震嘅，而係用嚟加強翻佢車架嗰個剛性啦。原理咧就同我哋玩改裝綿羊一樣，響車架上面啊加多條桿咧，就可以撐實個車架。咁當車架受壓嗰陣時咧，佢就唔會扭得咁犀利。咁所以你敲落去嗰陣時咧，佢嗰個聲嗰個時間係縮短咗嘅，咁表示嗰個震盪嗰個時間咧，亦都係縮短咗。咁架車就相對冇咁震，但係佢嘅手個震盪啊，其實都仲係好強烈嘅。再睇翻呢個裝咗 performance damper 嘅金屬框啦，你聽下聲。嗱，佢嘅作用咧就唔係加強車架個剛性嘅，佢完全即係用嚟吸走車架嗰個震盪啦。嗱，啲聲短咗嘅話咧，即係相對佢嗰個震盪時間係縮短晒嘅。咁所以隻手嗰個震盪咧，你感覺到咧，佢一震之後咧係瞬間冇晒嗰個震盪嘅。嗱，之前都講到啦，呢個金屬框咧就等於我哋車架，而嗰啲震盪係邊度嚟嘅咧？咁一嚟咧，行緊條路嗰陣時咧，震盪就會喺個凹凹凸凸條路啦，經過輪胎同埋避震就會傳到車架上邊嘅。咁除咗之外啦，引擎嘅震盪啦，咁同埋架車當你急剎或者係加速嗰陣時，或者過彎嗰陣時咧，個車架其實都有扭緊嘅，不停喺度扭動嘅，咁形成咗一種個震動啦，就係。呢啲細到肉眼睇唔到嘅微幅震盪咧，就可以透過敲擊呢3個金屬框，咁模擬車架受到衝擊啦、扭曲之後產生嗰個震盪，就會出現震動波浪形嘅衰減曲線圖。咁透過呢個實驗咧，我哋就可以聽得到同埋睇得見啊呢啲細幅震盪嗰個衰減過程。咁聲音持續越耐咧，表示震盪咧就對操控穩定性咧影響越耐。Performance damper 嘅功能咧就係吸走車架嘅震盪，掟彎亦都係穩定啲，架車冇咁震，揸起嚟就舒服啲。官方嘅短片咧係將車身扭曲同埋震盪嘅幅度咧就係誇張化，等大家咧容易啲睇。實際上車架扭曲嘅幅度咧遠遠啊比大家想象中係細嘅。等陣再同大家介紹。Performance damper 簡稱咧就係 PD， 由 Yamaha 發明，2001年推出，最初啊淨係俾私家車用。Yamaha 後期咧先出俾旗下嘅電單車同埋雪地電單車用，最初啊叫 Power Beam， 後期先統一叫 Performance Damper。近年咧 Yamaha 就同日本嘅 Active 合作，推出咗好多車款都啱用嘅 PD。諗車行咧最近都引入咗 PD 同埋避震嘅結構同埋功能上有咩分別呢？雖然佢嘅結構睇落就好似前叉同埋尾避震，內部咧亦都有油壓芯、彈簧、氮氣室，仲用咗一種叫做超低速活塞嘅設計，等啲油咧就慢慢通過，用油壓去減慢同埋消耗震盪，亦即係吸震。不過咧 ，PD 係針對車架喺受力變形咗之後產生嘅微細震盪，而呢啲震盪係避震咧吸收唔到嘅。雖然咧原理上就同避震器有少少相似，但係兩者嘅用途咧就係完全唔可以混為一談。我哋經常強調車架咧係屬於細幅度震盪，有細就自然有大，而大幅度嘅震盪又係乜呢？以一般街車前後避震嘅最長嘅壓縮吸震行程為例，大約就係120至140毫米左右。佢哋咧就係用嚟吸收一啲路面嘅凹凸啦、坑洞啦，產生嘅毫米級大幅度嘅震盪。咁平時行街咧，咁除非你撞到一啲好大嘅窿啦，又或者好高速咁剎車否則係唔會用到咁盡嘅行程。咁大多數咧都係壓到幾十毫米左右。相反 ，PD 就只有1毫米嘅壓縮吸震行程。相比避震超過100毫米壓縮行程
簡直就係蚊髀同牛髀。相信日常用到嘅壓縮行程啊，就只有0點幾毫米。但係其實佢係用相對超短嘅行程咧，就係應對翻車架扭曲之後啊，產生嗰啲微震。講到車架扭曲咧，你可能會覺得好誇張，咁係因為金屬咧本身就有彈性，當遇到衝擊啦、受壓，又或者騎士激烈操控咧，都會令到車架不斷扭曲同埋回彈，都會令到車架產生微幅嘅震盪。PD 消耗咗呢啲微震之後咧，就會轉化為熱能，原理就同避震差唔多。之前都講過啦，廠方嘅影片咧就係專登誇張車架同埋車身嗰個扭曲幅度，等我哋容易啲睇。以200幾300匹嘅 MotoGP 廠車為例啦，車手就算好激烈咁操控架車，車架最大個扭曲幅度啊，都只係得幾毫米，肉眼根本就睇唔到。呢段短片嘅車架扭曲幅度咧，亦都係專登誇張少少，等大家咧就容易啲睇到車架點樣去扭曲。咁至於街車車架扭曲嘅幅度咧，我哋又揾唔到相關資料。但係 PD 針對嘅車咧，都係幾十匹至到100匹，大部分都係用鋼管車架嘅街車。基於 PD 最長嘅壓縮行程咧，就只有1mm，可以預計到啊，所有用得 PD 嘅車咧，車架遇到衝擊嗰陣啊，最大嘅扭曲幅度啊，都一定係低過1mm，甚至乎係更加少。大家可以參考下官方研究，呢個圖表咧就係雪地電單車啊，響飛針落地之後啊，如果係冇裝到 PD，車架嘅最大扭曲幅度咧，只係有0.3mm，安裝咗 PD 之後啊，扭曲嘅幅度咧就跌低過0.2mm。而私家車咧冇裝 PD，車架嘅最大扭曲幅度啊，大約都係0.1mm。裝咗 PD 之後咧，就降低到去0.05mm。換言之啊，乘坐感咧就冇咁震。而超短行程嘅 PD 啊，就係應付呢啲啊肉眼睇唔到車架扭曲之後咧引起嘅震盪。我自己部 TMax 都裝咗 PD， 高速過啲凹凸位咧，部車就冇咁震嘅。你會覺得佢好似提升咗避震嘅吸震性能，實際上佢係吸收咗一啲避震吸收唔到嘅細幅度嘅震盪。其實佢本身用咗一副剛性好高嘅鋁合金車架，咁加上佢嘅引擎嗰個震盪比較細啊，咁 PD 響慢速駕駛嗰陣時咧，嗰個減震咧未必係太明顯嘅。反而係高速過彎嗰個穩定性咧係提升咗少少嘅。我反而覺得PD 響啲引擎比較震，引擎咧就比較注重扭力嘅車咧，效果就明顯啲。裝咗之後好大油門扭油加速嗰下咧，車身就冇扭得咁犀利。嗱，就算高速少少掟彎啦，隻手咧就唔使用咁大力就去修正軚把嗰個擺動，所以就覺得好彎啲。但係我都係認為咧，中高速嗰個作用咧就大啲。不過通常玩改裝都係先換避震，換咗避震想架車更加紮實同埋更加穩定咧，PD 咧就係唔錯嘅選擇。